而且伊惊讲地动吼，伊惊地动会去用的，所以伊个条啊吼，毋是直的，条啊小可歪歪，所以地动的时，这条啊会拄对外口倒落去，吼，袂去讲着伊。啊，伊啥要用白？因为白色的吼，白色大理石会，因为迄个光线啦无共款的是，吼，透中道白色的，啊，可能到暗时、到下晡时变成黄色的，就是会吼，含即个光线无共款，伊无共款的色，安尼安尼一年吼，拢会无共款的色，所以伊做这白色的吼，啊，佮伊惊。其实伊个有足侪设计了对啊，伊个有足侪设计吼，内底惊伊下骹涂骹上面做这样设计了对啊吼，啊伊为着伊某伊去这个太极马哈，啊本来伊要死的时，甲因囝反复讲，我若死哦，你甲我起一根乌的啦，啊因囝是讲啊起一根起啊国家咧要倒去啊，所以因囝无甲起啦，啊因囝怎将伊含因某带来做一伙，两个都在伫遐呢吼，啊其实伊这个香小汉这个人吼，其实香小汉这个名是。若要佮讲较久诶，伊是对迄个忽必烈迄个时阵，忽必烈死去了，原调分做3国，其中一关安落来吼。啊，伊到尾啊，伊足严重诶是吼，伊足想因某诶，啊，伊住伫皇宫内底，啊，伊就用迄珍珠吼，安尼反射，伊爬袂起，用迄反射，啊，用反射光看迄个吼，迄太极马哈安尼想因某诶，所以其实伊是真疼伊。啊，毋过伊真疼我讲诶讲，伊现在是一种精神诶破病，就是讲伊吼，我想即摆讲。我嘛咧想讲，若阮某死，我嘛袂讲少年甲迄型诶，对啊。无啦，阮某死，我感觉佮轻松，吼三位，吼你死一个某，吼啊还专讲安尼，我要善事，迄就是讲伊适应即个压力，适应了无好啊。你无你家己去山顶，吼你像人，吼你家己去山内去灵修去啥货，安尼专讲安尼对你舞落去，安尼就无啥得啊。吼，伊为了这代志，你若讲迄个，咱讲天鹅堡，伊是即个想法怪，啊伊是某死去，甲起甲安尼，吼去一个伤离谱伊就对啊啦，吼所以这我讲伊这若要。叫做 adjustment disorder 啦，吼，当然迄我诊断啦，可能因教授可能看法无共款，我就是讲，伊对即个压力的适应吼，伤超过去，吼，刚才讲是安尼，好，啊，再来讲即个 dissociative disorder 吼，咱拢有听过讲叫做即个 psychogenic amnesia， 就是讲你袂记得一寡代志吼，是因为心理因素引起的，吼，还是咱讲的，咱所谓咧讲的讲叫做 multiple personality 多重人格，吼。啊，这其实吼，这用伫电影作者，这是最近的一出电影啦，吼，这出叫做我们在中文在翻叫啥？分裂啦，吼，啊，伊变成20几个人，啊，拢共款这个演员咧演的嘛，伊是足够演的，演20几个个性，吼，啊，其实不容易共一个，吼，啊，这出是上有名，这戏剧考课吼，上有名就是叫做吼 psycho， 吼，那 psycho 就是 psychology 这个吼精神的头前迄字啦，吼，啊，这出吼，其实这出可能较无名，不过这出是布鲁斯威利演的，吼。这阵其实，哦，即摆你若去找这阵吼，内底有7种精神病啦，吼，7种迄个轻型的精神病伫这阵内底安尼吼。啊，简单讲吼，大概就是讲你这个个性吼，你压力足大的时，你变做另外一个人吼。伊这个是这个叫做多重人格啦吼。所以伊啊，现在讲啊变，因为譬如讲我今日我是蔡上映，啊，今日我发现一个代志吼，我感觉啊，做大事，我忽然间吼，我袂记得我的个性，我想变做另外一个人吼。啊，因为我变做另外一个人，我就袂记得。伫蔡上映顶管发生的代志安尼吼，这若讲这个精神医学的原因可能是出伫遮。啊，我一般伫临床啦吼，我常常看到的是这个心因性的失去记忆吼，失去记忆。我讲简单讲一个我的患者，伊要考高三的时吼，伊搁伫遐听音乐啊，伫遐弄啊，伫遐现啊，因爸拢袂甲管，因爸家己记讲读册安尼就对啊吼。啊，伊本来有一个足好的朋友，拢会甲鼓励甲啥，啊，结果吼有一日咧迄落伫下吼两个冤家啦，啊冤家了，迄朋友就讲来切八段切，啊就切安尼对啊吼，啊切了就开始哭安尼吼，啊个哭咧吼，哭到下晡老师讲下课后等伊哦，啊种把说姐姐讲啊老师啊我是要等伊对，伊讲啊等恁兜啊，伊讲啊阮兜伫对，讲毋免后壁讲恁兜伫叭伫对安尼你毋知嘿，伊讲啊我怎是伫对，讲啊这咱学校啊，连伊连伊名拢袂记得对啊。就讲伊敢若规个录音带吼，总洗掉了对啊，拢完全袂记哩。啊，因为袂记对来讲，伊袂去想到伊即马痛苦这代志啦，吼，这就是安尼。啊，尾老师啦，迄个甲赛车要载等因兜，即马特别到因兜，伊开始讲啊，我无爽快，莫甲我载等伊。啊，老师毋知要载个对尾，我再来病院啦。我就毋知要对，吼，啊，这就是叫做明显，伊就讲录音带中我袂记了。啊，来到病院时，我就问伊讲，我拢袂记住，我甲问讲你要考第一组，伊讲伊要考迄个文组的啦。我问你吼，迄个鉛笔的英语安怎拼？伊讲 PENCIL。我讲啊你这个对咧啊。吼，我问讲伊嘛是爱考化学，我讲迄个水吼，
诶分子式安尼讲 H2 哦，嘛个会晓啊。啊，我讲啊，你先是当时，我毋知啊，吼，等若含伊有关系，伊就袂记你啦，吼。啊，若含伊无关系，伊拢记感觉会记住，安就对啊，吼。啊，伊看了电视啦，你才讲啊电视讲，迄个人甲一直讲话啦，吼。迄人就马英九啦，伊毋知马英九，讲迄人是像我迄个总统哩，吼，我哈，迄总统啊，伊嘛毋知，毋过伊袂记哩吼，伊袂烦恼哦，伊感觉安尼诚好，因为伊都袂记哩，伊才有烦恼的代志安尼啦，吼。即种disorder 吼，即种唯一若伫精神科真正讲用催眠的治疗，就是即个 case 啦，吼。啊，即个患者阮尾啊，阮有法真正甲催眠啦，吼。阮是用迄个 Valin interview 啦，用阮毋是当安尼迄种迄个吼，阮是用药啊，慢慢甲滴，吼。啊，因为叫伊恢复伊的记忆哦，所以阮先去找有啥物会较快乐的，因为你人痛苦袂记，毋过快乐的会较记掉的。啊，尾啊想来讲哦，伊各种毕业的事吼，伊各种毕业的事，因去规班去佚佗，啊有一寡查甫抱咧山坎，啊用迄个护衣甲大家救起来安尼啦。啊，即点互伊做有成就感的，吼。啊，所以阮就直接开始讲安尼，吼，啊你讲啊你各种迄阵是小花安尼，啊个录影哦，吼，今日袂记个录影起来吼。啊讲啊你有迄种代志无吼？啊即迄个。同学报落去，伊讲啊有啦，讲哦啊过来咧，啊过来你过来这一间校，啊你慢慢仔讲，安尼直直转安尼吼。啊尾啊吼，伊要求，伊是迄个安尼要困暗困时，伊要求一项讲吼，啊若要互我会记真吼，有一个条件，我啥物条件紧讲？伊讲吼，阮爸妈爱买一台奥特曼互我，我较要好，较要想着吼。啊尾我放去大因爸看，因爸讲好啦，奥特曼一台互你啦，怎？哦，啊，这就是叫做disorder，啊，所以咱讲的当机吼，嘛是类似这种状态啦，就是咱的意识吼，来这个潜意识这，哦，这是要做大的时会发生这代志吼。啊，譬如讲有的人吼，你若讲迄个，伫咱其这个是定定会看到哦。譬如讲有的人车祸吼，含人弄着，啊，医生问讲你拄仔是对弄着，伊讲伊袂记哩。这毋是病，伊就是袂记，敢无记起来，伊会伤紧张，会袂记，吼，用袂记了，家己袂惊啦，吼，迄是一种敢若自我的保护，啊，若伤严重就变做影响到伊的生活，吼。好，啊，含这个行为有关系，吼，佫有一寡就是咱讲的这种，吼，即咱的电视上来看着讲，吼，收集这个人的内衫内裤啦，吼，这种的，吼，这我就无特别讲，无就是讲，这个人通常吼，袂去讲性侵啊，伊就是对真正的，吼。真正的女性伊会惊啊，所以伊转来吼做别种的收集者了对啊吼。我高三的时吼，我住伫咧东宁路遐，我住喺5楼顶楼加盖，啊我嘛有一间吼，住迄落下课了吼，啊食饭了，啊踮遐同我开讲的时，嘛真正看一个，迄个应该是清大学生的款，8枪啊吼，入去阮咧1楼遐共人迄内衫内裤共偷摕出去呢。阮个底下甲画，伊个安尼个摕来紧走，我看了一个，吼，啊这一般来讲就是伊的冲动控制，还是伊对性这有问题，吼，这人是电视会拄着，吼，啊，一种是这可能我一种行为的问题啦，吼，有的人自细汉吼，敢有一出电影叫做是小 B 的故事，还是迄个苹果的事？伫电影我有即出，就是讲有的人吼，这是一个国中生14岁，啊，伊自细汉吼，伊若犯的时，伊就手举起来吼，像柯比龙的教授有无吼？啊，伊若起来是一个满头毛啦，吼，这种爸妈有这个病，其实我那算加减会去看，有的人身躯毛拢会出，吼，啊，所以吼，伊来互我看，这我见妈妈翕互我翕起来吼，因为我甲做一寡行为的治疗，这个无食药，这完全拢吼，迄个吼，这就要伊治疗了的情形，吼，无食一粒药，阮就是教伊安那控制，伊就是。对国校开始，伊若紧张，伊就开始满头毛，啊，有当一粒无聊，啊，生出来就满啊，结果尾都秃头啦，啊，秃头了吼，佫毋敢见着人，啊，去校我大家笑啊，啥物回啊，尾啊，伊出来，阮精神科看，吼，啊，阮甲做行为治疗，啊，这嘛是一种叫做行为问题，冲动控制异常，吼，啊，这是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查甫，啊，伊吼，伊对各种你若看各种的上，伊头壳拢爱一撮一撮。啊，一撮吼，尤其吼，伊才有一排，因为吼，伊出门拢滴一个帽啊，因为扭下骹。伊讲吼，伊对各种开始，伊从来啦，拢滴迄顶帽啊，迄顶帽啊，伊若等因兜帽啊较长下，出外口一定滴顶帽啊，因为伊头毛伊就是有即个把毛吼，伊顶管伊会安尼挽啊边啊，吼，这嘛是讲拢吼，种家己用手搓落来，吼，啊伊搓伊就是，就反正就是迄个，然后一种。包括伊细汉过时嘛，搓头毛，啊，伊有一个姿势，吼，啊，伊去找迄个啥物，摸摸一条安尼定起来，啊，就甲逼一个搓起来安尼，啊，有人喙个感觉个单调，即有一寡仪式性的行为就对啊，吼，啊，即我来做迄种
行为的治疗啦，吼，所以我是讲精神科，比如讲食药啊，吼，咱做一寡啊，这种嘛毋是心理治疗，就是从伊即个习惯，包括伊洗身躯的姿势安怎改，伊手的姿势安怎放啥物货吼，我拢有甲慢慢甲调安尼，吼，尾啊，吼，吼，所以到尾啊，吼，伊这足大片的，吼，所以你若看伊各种的伤吼，迄种因为一定爱翕大头照嘛，所以伊个拢爱一撮，吼，到尾啊，伊差不多治疗，这足紧的吼，他治疗差不多3个月吼，伊讲伊人生第一变吼，伊一开始是伊。阮台北市变粪扫的是，伊第一遍讲无底无啊出去变粪扫，变粪扫了，我去甲伊讲吼，恁附近暗时上无人行一年看卖咧，无底无开始干了，尾会愈行愈济，就是想赶出去安尼对啊，吼，所以这中有一寡，伊这个满头毛这边处理吼，这种就是拢行为治疗的一部分吼，好，最后这个来讲这个哈佛休斯这个人吼，这里奥纳多有演过一支电影叫做《神鬼玩家》啦，吼，大概有心去看，会当看这电影吼，这个哈佛休斯呢。这个哈佛休斯会当讲吼是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啦，吼！美国即摆有一个航空公司吼叫做达美戴尔塔，吼，戴尔塔进前，戴尔塔是因为西北航空跟戴尔塔合并变成西北航空，吼！伫西北航空进前有一个叫做泛美航空 （Pan American）， 伊就是创办这个 Pan American 航空公司这个人，吼！伊本身吼，我是一个飞机的这个起飞的人啊，吼！伊呢，吼。我给你照相，我大家看吼，大家若有机会去这个 DC 啦吼 ，DC 有一寡迄个博物馆免钱的，其中有一个这个航太博物馆内底吼，这台无人机吼，这台无人机有啥物有要紧的说，这个无人机吼，完全吼，伊从这个咱即摆看咱的无人机吼，无人机的这个螺丝啊，拢设计比含这个平面拢安尼平一平吼，迄就是因为伊的个性吼，伊的个性就是有这种求完美啦。妈妈细汉就甲讲吼，你爱定下洗手，吼，较袂有细菌啊对啊，所以伊就定下爱洗手，然后呢，代志拢爱做较好，做无会去妈妈修理，所以伊拢当代种爱做较足好势，所以因为安尼吼，伊感觉无人机要飞紧吼，这台是第一台全世界第一台超音速无人机来即只吼，所以伊发现讲，若要无人机飞紧，就是爱做安尼飞了较会紧，所以所有无人机就改变做安尼吼，尤其伊这台无人机，伊这个起落架会当收起来，这尾啊。变做世界大战，即摆无人机起落架人收起来，观念嘛是就是伊想出来吼，这是伊家己设计、家己咧起飞的无人机就对啊吼。伊呢吼，伊尾无人机这个以外，咱即摆会当坐无人机，会当坐这个 Airbus 遮侪人吼，嘛是感谢伊，因为伊有这个技术，所以无人机愈做愈大，愈做愈大，所以变成这无人机吼会当载足侪人，会当伫空中飞来飞去吼。迄徐志摩尾嘛是空难死去的，我徐志摩坐迄只无人机。刚才咱坐4个人，迄是咧载，迄是一个无人机，载无人机后壁了，搁一排椅互你坐，后壁再搁放一寡行李的，伊毋是即个客机啦，吼，毋过伊就是伊吼，较开始有即种大台的无人机啦，吼，所以因为伊是无人机了，所以变足有钱的，所以伊是美国第一个我讲的亿万富翁，足有钱，毋过吼，伊即个洗手即个问题啊，吼，伊即个洗手即个问题吼，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吼，佮伊即马洗到尾，伊佮感觉讲。敢若我洗以外吼，敢若别人会将来阮单位人会将迄细菌会互我，所以吼，伊从来毋敢含人带做伙，坐出嘛毋敢带伤久，因为伊有钱啊，伊甚至吼，要走去迄个拉斯维加几间饭店买落来，伊都带上顶元楼安尼，伊若带过来伊就惊吼，伊就一直搬，所以伊差不多伫即个50岁以后了吼，伊就人间蒸发了，因为伊毋敢看到人安尼吼，结果过一段时间了，有一日。伫新墨西哥州的迄个机场吼，有一个老人咧坐无人机的时候，去死伫无人机顶，无人机顶，对这喙齿才发现吼，迄个人吼就是哈佛休斯吼，到尾要变安尼，伊连到尾吼，伊连加头毛啊，加整个伊都毋敢，因为吼伊拢无出房间，拢闭伫迄房间内底，所以变做吼咱白落地。你若看电影内底，伊到尾伊就是吼，迄里奥纳多连摕一张卫生纸，伊伫安尼惊到要死，伊就是即个强迫症啦。吼，这强迫症吼，一般主要症就是惊垃圾，一直洗手，还是一直检查这，吼，这是精神科内底，这个病一部分来食药，一部分来做行为的治疗，安尼吼，所以这个哈佛休斯，不过因为有这种 obsession 的这种问题，所以伊物件要做较上好，所以咱今仔有遮好的这个无人机，死去了因为足有钱的，所以伊个钱伊怎捐出来要做研究啦，吼，我想可能杨教授350万，我
几年前，我咱捌忽然间收到 email， 就是这个 Harvard Hughes 这个所在，叫配合你讲，互阮全世界足侪人讲，你若有要研究，你通来申请哦，有钱通互你做研究啥货安尼吼。到即马佫有即种这个吼，这个 Harvard Hughes 这个人吼，这其实是伊这差了，伊最后一变了，尾也变安尼就对啊，吼，这是伊伫吼尾也公开露面了，尾也就怎变安尼吼，尾也佫一个是这个，这是啉酒啦吼，这个莫迪尼亚尼啦吼，这个算讲含迄个含这个毕卡索是共一时期的吼，伊主要是啉酒，所以因为伊画的图吼，就是这个目睭目睭拢无画出来，伊感觉讲我若无了解你，我就无画你，不过伊尾啊吼，因为酒啉伤济，这因太太这因太太尾啊伊啉伤济了，因为酒啉了，我多讲话，啉了影响人脑，影响就赶死去了，因这太太啊伫4几工跳楼自杀啦，迄阵内底怀孕9个月安尼最后就是我咧讲这精神医学，阮即摆治疗咱最近常常有当写，自从迄个伫内湖迄个小灯泡事件，大家拢讲精神病关系起来啥物货其实真正咱讲要一个人过真正的生活，就是爱将这个人回转来咱的社区和他们做伙。咱若对精神病患者若有了解，其实因是足善良，因是一种破病人，因若甲好治疗。其实伊会当含咱生活社会所以这就是我多讲的这即马有真济即种食药以外有团体治疗啦还是讲训练患者做工课，当然这就是希望讲因会当等于因的社区安尼啦最后我来讲这个故事来做结束啊这个 Mark 是这个人这个人伊伫迄个 NBA 创一个纪录咱知影要拍篮球该愈管愈好这个马格西。创啥物纪录啦？伊新冠160万尔，毋过咧，你看伊是 NBA 13个球季啊，迄姚明啦，咱讲移动的长城你知移动的长城底下几个球季？你敢知？7个啦，伊才伊买伊2杯你讲你拍篮球，你知要哪人拍篮球这就是要甲大家讲的，我今日要讲的啥物时阵软弱，就啥物时阵刚强伊安尼啦伊新冠160伊是讲你遐要拍篮球，伊讲好无要紧伊讲伫咧拍篮球的时即粒球是弄着涂骹较济，还是弄着迄个篮板较济？涂骹嘛，讲恁悬的恁去抢迄，我要来抢这所以你若讲迄个移动的长城，迄一粒球都拍到遮的时都叫抢伊佫一个我讲只要球伫伊的手内底无人抢伊会开的啦。你看安尼是要安去抢？我请问你者所以就是球若摕着，伊拍啥物所在？伊拍林书豪共迄个有控球后卫，所以球若摕着，咱走去安尼爱怎斗安尼入去安尼对。所以伊平均到伊退休的时，伊一遍比赛平均至差不多要20分啦，迄足悬的分数呢 NBA 伊160啦你看这姚明这移动的长城啦，安尼啦你讲爱讲你偌高，我讲伊嘛是照样甲你讲毋过我讲这常人若叫顾掉毋敢运球啦。你运球你球迄个球等下你就无去就只好投，所以伊甲你徛掉，你就只好投。若叫扣着你就免扣上来。走比你较紧安尼所以我是要甲大家讲，今仔咱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讲，虽然精神病是种真软弱的代志其实我的看法我是感觉安尼啦咱拢出来社会，咱拢要感觉还能变讲我对比你较强，我比你较强。我的看法就是讲逐个人一定有软弱啦，你若软弱藏伫好的所在迄个软弱会变做刚强。我讲一个上简单的，我顶礼拜我若登来南美中，因为因要选戏，叫我来介绍这个第三类组。我登来了，我拜二接到一个南美中即马高三学生叫配合我，伊叫配合我，伊是咧问我讲，伊讲因兜家境无好啦伊是全南美中前100%，伊让反省啦。伊讲伊反省伊讲我对恁帮伊有趣味，想要恁帮伊毋过因为我经济较无好，毋知若像我这种情形，帮伊有迄个补助无安尼啦我也讲我也讲因为阮帮伊补助这个反省是无啦安怎毋过我也讲我不管你反省还是你去推甄也好你去考试的时，你一定爱讲恁兜经济足歹。你讲经济足歹，我保证逐个老师一定甲录取的啦我讲这就是我特别爱考我的软弱，因为我啥物时阵软弱就迄时坚强我今仔徛伫遮，我嘛是因为我的软弱徛来遮。其实我去台北读册时恁大家可能毋知，咱南部人去台北读册迄阵我去台北，我足惊开喙讲话，因为一讲话人就讲这南部来足爽的就对啊
我就甲蔡老师讲，我今日来吼，莫讲你，我讲某，阮某拢讲我国语、台语、英语听起拢敢若台语咧啦，吼。啊，结果其实台语、国语袂标准是我软弱的所在。我今仔日就是因为我国语讲得无标准，今仔蔡老师开带我来嘛，吼，开叫我来，所以就是因为我软弱啊，因为我台语、国语无标准。结果我的患者，我做精神科吼，迄个患者拢足介意我，讲蔡医师你安尼足亲切的吼，足久无人听我讲好台语，我好到在我做精神科，吼，我若做妇产科，我也无人讲互我看，系啊，吼，啊所以就是吼，所以我甲大家强调就是讲，咱逐个拢有软弱，你将你的软弱放伫好的所在吼，会变强强，吼，这是我今仔日要讲遮，互大家了解的，讲这人虽然软弱，毋过因伫这所在变做强强安尼啦，吼，好，安尼我时间拖到遮啦，吼。8点吼，好啊，多谢大家吼，啊看啊，哎呀，好，大家，嘿，好，多谢啊。